哎，谢谢谢谢。快点，空车呢？是的。你知道90年代交警乱罚款的现象有多严重吗？下面这段影像是1997年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所曝光的一个画面。事情缘由是山西某处的交警多次乱开罚单，利用手中的权力数次为自己谋取私利，搞得当地的老百姓都不得不绕道而走。记者得知后，为了暗中探明真相，便伪装成过路司机，并对此罚款乱象进行了偷拍。只见视频中的交警二话不说，把车拦停后，直接将一张罚单甩给了记者。但在记者询问具体原因时，却显得特别不耐烦，并在中途多次加价。而看到交警后来开出的罚单，估计上面写的字也只有他一个人能看懂。多少？给10块算。什么钱这是？啊？这什么钱？来，你告诉我，下来我告诉你，下来我告诉你，啊？下来我告诉你。你给我写上吧。我的写就有啊。啊？我的上面写就有啊。照顾一下吧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拿来。啊，你照顾一下算了。快点。空车，谢谢谢谢。是的。